介子大半年，伊带5家606年公园来着。上一趟是看望一个93岁的烂阿刁，今朝是得彭于晏来做害人害事。一个一大半是得烂人刀的礼物，泡烧的用场们我还不大清爽。杨澜与环境灾害，对大多数人讲起来还是没办法的事情。我从每个经过的人身浪向看见自家30年过后的样子。我辣60过中岁，哎哟，07过生日。埃地人平均年龄有句话啊，44岁。一块蛋干蛋面有人过，看上去搿点人不像吃得脱啊，吃不脱咋？不能再看着，馋吐是一机会着。哎，搿上是哪模仿个家？不会的，搿么不毛帮来做啥？收纳整理现场做个示范。交政服务公司，现在演艺上为公司。你之前是不是发过这边的视频？对的有过什么负能量的东西？没有啊我们涉外公益，我们都是给监控的。那负责个啦，这个人他不是你们一个组织的，他是专业做公益的。你是给他找来的。哎，那么我是被你找来的，对，我们就是一连串。哦哟，手指半月刚吃龙青上组织。哎哟，有这个组织的，社会要有研究啥？随时发现通过一种活动，研究得出啥个名堂进来哇？渔委福利拿了一张抽签，现在跟子里到一台去吃中饭，再现在刚吃2张辣馒头，再不吃不再点拿出来个一个事情。市人享受个地方一单子。哎哟，一趟何止地方子啊？会得听见吃早头个。上趟1楼吃，今朝2楼吃，红山肉不晓得味道哪哈。一点肉侪煎过去，饭夹过来，拌一拌，好，鱼子夹动，不晓得搿点坐辣冷气里向的人欢喜哇！想想埃个米个年纪也比较大着，比坐辣冷气里向的人轻不脱几岁，不是清汤光水。肉个味道还蛮妙，18块，高钿是不贵。我也坐辣一只边浪向，天天来搭伙，随时不晓得你到阿肯把我进来哇！哎，那个人只有吃松露，哦，这肉还吃得了。哎，是个样啊，我还吃得不得了。哎，这位啊，现在也走起着，下一道再来，不晓得是几辰光。今朝中秋节，难得个啊，请多吃干净的饼，你熟来得呢？我熟来说，怎么办？你嘞？干净的饼啊，干多少啊？一塌糊涂。你开门开来看了，你哪晓得不灵呢？你先打开来听稿子啊！不，你开来之后，你才会得叹为观止。不可能的啊！老子开口天眼的人。对，也不行啊！哎，我开来着啊，干净的饼啊！哦，这个干净，也是一人。来来啊，过来看呢！我晓得个，你看没有看的，是外国头说出来偷头偷那做啥？你没进去。我不要看看嘛，也不得高开。过来看呢！你当我不认识了？干净的饼来着啊！干净的，那哈干净的，点花的饼，哎个姐，鲜花啊，不是鲜花，点花。那个饼我只会打本多吃的，没当成个饼。那个。还是蛮难弄的，一杯没简单，冰箱开来，翻得上了台里。盒子一种带，水个一点点，1分4，大高上场，经典细看。花个高度也不得了。我有旁边带盒子来。这个现在个冷气还多，你每种颜色侪上一档啊。啥个味道？没啥个味道。